拄则开讲讲伤伤久未讲了才讲到第二项尔。但是我拄则讲到一个足重要的国家叫做阿鲁巴，阿鲁巴爱记咧吼，迄是一个国家的名，毋是国家啦，荷兰属地的名吼，属地吼，属于迄个属吼，荷兰属地，荷兰属地一个岛屿，伊是真有名的旅游胜地吼。莫去用迄个高中生的迄种头脑去想代志啊！拢像高中做好，就是甲你讲，老甲摕出来电，若无高中生啊，拢嘛甲这互烫掉。若有敢有即种晓，叫故意穿出来晓，毋是晓衫无要烫啊，穿条条。好，再来，南美洲的国家是大部分产第一的方式吼，第一个方式是啥物？剩一个国语，所以讲苏里南嘛，苏里南选荷兰语，甲圭安那选英语，法属的圭安那当然是法语咯。但是我要讲一个重点，就是苏里南会讲啥物话？会讲客话哦，伊也足济客人诶。佮有啥物所在会讲客话？老尼翁，因遐诶迄个高中生，因高中佮有寄迄个啥物交流诶机台要互甲迄大远高中交流，但是迄个时阵我伫遐实习，阮拢足无用，诶，无时间去甲插遐个代志吼，所以后来就无正形啊。若无因来诶时阵，可能有华语诶学生，因会讲啥物？可能因诶厝内诶迄个士大哥会晓讲客话咧，去看网络观点有吼。所以讲苏里南因遐搁较济，好有会晓讲福建话无？可能嘛有福建话，还是台语，还是闽南话，拢你随便，你听有就好。非洲除了坦桑尼亚以外，倾向选第二个方式。第二个方式就是一个以上的语言计划，可能若像南非就是一个以上的语言计划。伫每一个州有无共款的，荷兰人较济，荷兰后辈较济，荷兰遐背景的人较济，荷兰语因就会讲啥物？African 就是一种南非的荷兰话，南非的荷兰话遐就是以前的白人吼，以前伊遐住的伊遐的白人有两种人，一种是英国的，一种是荷兰的吼。譬如讲Johannesburg 可能就甲 Captain 无共款，可能每一个族群因有家己的语言政策去伫内面自治，若像对方迄个自治区吼。好啦，除了坦桑尼亚以外，大家会倾向大家我去选第二种方式。纳米比亚会讲啥物？纳米比亚会讲德语哦，纳米比亚关顶迄安哥拉会讲葡萄牙语哦。会知影吼，南非遐有诚济台湾人，南非的隔壁，台湾嘛有一个斯瓦zi兰的邦交国，外口的邦交国边仔的迄几个国家，咱爱熟悉一下吼。好，当然马达加斯加讲啥物？法语啦吼，因有家己的语言足侪种的。拄好我法文系有一个学姐，有一个学姐因翁就是马达加斯加人，因就会晓用法语讲话吼。好，再来第三，影响语言类型的变数 ，Stewart 1968年的 Stewart 认为讲，语言的类型是决定一个语言是毋是会当互迄个社会国家接受做官方的语言上重要的因素。
有4种变数决定伊个语言的类型。好，4种变数吼，变数毋是变数吧？变数吼，变数吼。第一，标准化的程度。台语标准化程度真低啊，知影？吼，是毋是有一致的正确的用法？因为台语的标准化是啥物？音有法度标准拼音尔，标准汉字足歹讲的，因为足侪汉字有够夭寿歹记，迄就是你即世人哦，即世人无看过迄种字，安那背拢背袂起来，吼。有毋是古字尔吼，毋是古字，迄可能是空虚字字典内面捡出来，安尼深就像挖出来迄种字，迄实在，会惊。吼，毋是讲歹啊，水歹迄两个，水歹迄两个好记，像迄个插插字，迄个插插，我毋知。拍，个交文，我嘛毋知影名啥。好，订单，甲我着讲订单就好啊，订单啥2个3订报会中哦。订单订，这就歹讲诶吼。好，过来，这是标准化诶程度哦。我讲较济，就是要讲标准化诶程度，咱台语是较低诶吼。第二种，自主性诶程度，自主性，你台语有自主性？有，足悬诶。台语自主性足悬诶，每一个乡镇拢有伊诶自主性诶台语，阁有伊自主文化诶词，自主诶工业产业词，农业诶我拢毋知，渔业诶我拢毋知。之前做过迄个台语诶过音，台语新闻过音，渔业诶我拢乱讲，我毋知迄有报无，可能佫抽掉啦。乱讲，我都讲。拍棒球诶嘛，足专业诶，所以讲迄自主性足悬诶吼。是毋是甲其他诶语言共语系还是语系有明显诶社会区分？我讲诶就是社会区分啦。台语诶自主性足悬诶，好，所以讲伊要做一个语言要互做官方语言。第一部分，伫即个部分，伊会当做一个代志诶。伫个足侪产业诶，敢若有台语会当用。工业就是即种，爱记咧。阮爸著做讲金诶。第三，历史化程度，这嘛最重要诶。因为伫清朝诶时阵，台湾你有看斯卡罗就知。好，搁要讲即阵，斯卡罗知内面诶通用话是啥物？台语。好。是毋是某一种种族，抑是民族诶传统有关联？我甲你讲，你无爱信，为虾米？内面会当中甲原住民直接换诶语言是啥物？客话迄是客人家己甲原住民有接触，但是呢，若是即个客人，伊若是即个客人伊要原住民，好，上尾一幕。2年后，迄个上尾一幕，原住民甲迄个啥阿杰，托吉多阿杰，甲边仔有啥物迄个勒壮特，我敢知伊是勒壮特，甲哦，伊名真歹记诶，好，有法度讲诶，一定是福建话、闽南语、台语。台湾话，台湾迄阵诶台湾话，为虾米后来伫日本时代变做台湾语？就是因为伊是台湾诶通用语吼。所以讲，伊伫台湾诶清朝诶时阵是咱台湾诶通用语，伊诶历史性着足悬诶，历史化程度着足悬诶。好，而且写着是是毋是甲某一个种族，抑是民族诶传统有关联？有足大诶关联，台湾诶即个词都有关联，台湾语、台语、台湾话，着甲即个语言，即个名甲即个语言，着有
足侪层的关系哦。好，过来活力的程度是毋是隔离社会使用活力的程度？好，客话是毋是隔离的社会的使用？所以行我母语运动是为虾米会出现？因为互隔离隔一个房仔伫遐。安怎无法度外口倒话，无法度去知影你客话是啥物，所以讲爱甲迄个母语活转来，想煞甲大家的母语做伙救转来，但是迄是啥发起的？客人发起的吼，行我母语运动，所以讲伊无爱互家己是隔咧外口，隔咧迄个桃园、新竹、苗栗，嘛无爱吼隔咧绿队迄个队遐，伊是要互大家拢甲因共款。拢摕转来用，所以讲台湾话就是往头记咩吼，寡好，包括河洛话、客话，阁有南岛话，吼，台湾的各种语言。台湾话我是历史上台湾话就是台语，知台湾话就是台语，因为台湾从福建撤出来的时阵，伊就是泉州、漳州的人上侪，所以讲迄个时阵的通用语，即马免安尼 political correctness 啦，不免去政治正确甲，即个台湾话寡好，包括河洛话、客话、南岛话、南岛的各种语言，对我来讲，就是台湾各种语言，包括台湾华语、台湾闽南语、台湾客家语，甲台湾福尔摩沙各种语言。语言的类型是啥物款呢？就希望你会当来想看卖啊，因为决定语言甲国家关系的4种变数，遮就是大家的选票可能呈现伫咧未来语言政策要安怎行的路顶啊吼。以后语言政策会安怎行，就是大家的选票来决定的啊吼。选票来决定讲你要选啥物人做总统，做啥物县长，伊就会影响着一个所在的母语教育，甲迄个所在是毋是广告会用着，传播会用着，是毋是有迄个客庄的啥物活动，个台湾的本土活动，庙的活动啥物的，迄拢会甲你的母语甲迄个所在的活力有关系吼。所以讲决定语言甲国家的4种变数：第一，国家类型；第二，语言伫国内的地位；第三，语言的法律地位；第四，甲其他语言的相对的力量。这是 Close KLOSS 1968年提出来的一种学术。参考毋是研究啊，伊研究的迄个研究互大家参考的啦。因为每一个国家的状况无一定共款，而且台湾的状况特别复杂。好，我就先讲到遮哦，我已经讲足久啊，去讲半点钟啊，2段过去啊吼，讲2段的影片过去啊，但是这是第7节第1部分。无看格仔，无看图的，安尼第2部分我了后再讲吼，先讲到遮，再会。